好，大家好啊！歡迎嚟到呢一個2025至26年嘅兩代情徵文比賽寫作技巧班。呢一個咧係小學組嘅影片。小學組咧係今年我哋會有兩個題目噶，一個咧就係屋邨顯微鏡，另一個就係父母或者祖父母嘅童年大冒險。喺呢兩個題目上邊咧，大會嘅要求係會寫300至600字。好，咁我哋去講下第一個題目先。第一條題目咧就叫做屋邨顯微鏡。咁啊，屋邨顯微鏡呢一條嘅題目嘅意思就係咧，其實我一定要去指定究竟我哋所書寫嘅對象嘅嗰條屋邨究竟係邊一條咧？如果我哋冇指定一個好具體嘅特定嘅描寫對象嘅話咧，你會發覺成個書寫嘅範圍就會太過大啦。咁當我哋揀定咗條屋邨嘅時候，其實仲有好多細節要去處理噶。究竟你想寫嘅係乜嘢時間呢？時間你可以係早上，可以係中午，亦都可以係夜晚。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可能會覺得，哇，其實我寫一條屋邨咪係咯，可能係你住緊嗰條，或者可能係你親人喺嗰度居住嘅嗰一條。但慢慢你會發覺，同一個地方，如果佢係早上、係中午同埋夜晚嘅時候咧，佢嘅時間可能係佢所描寫嗰啲人所見到嘅景物、所出現嘅人係非常非常之唔同噶。我哋先試想像一個畫面，就係譬如話你喺你而家所居住屋邨入邊，早上6點鐘會見到啲乜嘢？你可能就會見到一大堆嘅工人啦，佢要翻工，學生準備要翻工，或者可能會見到一啲嘅長者喺度做體操、晨運諸如此類。中午咧，成個陽光、成個環境、成個氣氛都會唔同。喺呢個時候咧，可能又會其他嘅人會嚟到啲屋邨，會唔會有一啲人喺呢個屋邨嗰段工作、翻學、放飯諸如此類咧？又或者係夜晚個屋邨街道上面嘅人又係會唔同，成個環境、成個氣氛係唔同噶。所以你會發覺啦，當我哋去講呢個屋邨顯微鏡嘅時候，你要去設定究竟你想寫嘅地方個屋邨係邊一個屋邨，然後佢嘅時間所指嘅時間係一個點樣嘅時間。跟住啦，當我再落到去下一步，我哋可以點樣描寫呢個屋邨？我哋要顯微鏡啊嘛，即係我哋意思就係我哋要去顯現，要去呈現到呢個屋邨嘅特色，要去講到佢入邊一啲嘅細節。而我哋去講到一個屋邨嘅特色，講到一個地方嘅細節咧，其實佢並不是一個大家完全冇學過嘅東西嚟噶。因為喺小學嘅時候，大家都學過一個五感嘅寫作法。五感寫作法意思就係咧，我哋透過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同埋觸覺去書寫呢間屋邨。但係又會發覺到喺呢五官、喺呢五感入邊咧，其實我哋日常所用到嘅感官係唔平均噶。意思就係，當大家去處理書寫描寫嘅題材嘅時候，大家一般嚟講用得最多係邊一個感官呢？其實係視覺嘅感官。於是乎，當你要去做一個新嘅描寫出嚟，用一種新嘅經驗，去用一種好有特色嘅書寫嘅時候，你其中一個可以處理嘅題材就係，我可唔可以用聽覺、嗅覺、味覺或者觸覺呢啲我哋平時相對少用啲嘅書寫角度去切入去書寫呢一個屋邨呢？當我哋去書寫一個關於屋邨嘅時候，要非常非常嘅留心就係，我哋而家唔係做一個百科全書式嘅介紹。唔係話我哋上網，我哋去見到呢個屋邨咧，佢所建立嘅時代，佢所建立嘅背景嘅歷史係點樣點樣點樣，嗰啲東西係重要噶。咁但係如果我只係為咗去睇呢個屋邨嘅資料嘅話，咁我不如去睇百科全書啦，我不如去睇一啲官方嘅參考文件或者資料啦。我點解要睇呢一篇文章呢？所以你會發覺，我哋去書寫呢個屋邨顯微鏡嘅時候，我哋要嘅唔係要一個好完整，你介紹晒成個屋邨佢由發展至今嘅所有歷史，反而我哋係希望見到你作為一個個體，一個人，作為一個人喺間屋邨入邊，我要去行逛，我要去生活，我要去睇呢間屋邨嘅時候，究竟你自己嘅經驗，你做過啲乜嘢，你嘅活動係點樣，發生過啲乜嘢事情？反而呢一啲嘅事件
係會更加能夠帶得出究竟呢一間屋邨呢個屋邨係一個點樣嘅屋邨，而唔係單單嚟去拋一啲資料出嚟，然後就完成咗成篇文章啦。所以其實去到最後呢一個作品嘅重點就係在於你點樣去理解呢個地方，而一個人嘅理解佢永遠都係主觀噶。我哋冇辦法咧用一個抽離咗一個自己嘅角度，用一個絕對客觀嘅角度去書寫成件事。因為而家唔係寫緊論文，唔係寫緊文章，唔係寫緊一啲歷史嘅資料，所以你係用緊你自己嘅眼光，用你自己嘅角度，我去理解緊。我究竟呢個屋邨係點樣㗎？佢對於你嚟講有啲乜嘢意義？究竟佢對你嚟講係一個點樣嘅地方？會希望見到你係點樣去理解呢一個屋邨。好啦，至於第二條題目咧，就叫做父母或者祖父母嘅童年大冒險啊。首先我哋要知道一樣嘢就係父母同埋祖父母咧，你而家見到，當然佢哋年紀會同你相差好遠啦。但我哋要思考一樣嘢就係，其實佢哋曾經都係小朋友，佢哋曾經同你哋一樣，有個同樣嘅年歲，都係變成過一個小朋友。咁於是乎啦，我哋再去思考一個位置就係，究竟父母同埋祖父母喺佢哋嘅童年，佢哋嘅童年係點樣嘅咧？佢哋童年係乜嘢年代咧？佢哋童年嘅環境，佢哋童年嘅生活同而家有啲乜嘢分別咧？但當我哋講分別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有兩個角度可以思考，就係一個異同嘅分別。異同係咩意思咧？就係話究竟你父母、你祖父母先揀定一樣啊？即係你一係父母，一係祖父母，你兩個寫唔晒嘅，得個300至600字。咁所以當你去書寫一件事嘅時候，就係究竟你嘅父母或者祖父母佢細細個嘅生活同你而家有啲乜嘢一樣嘅咧？有啲乜嘢唔同嘅咧？你可能會覺得哇，唔係喎，成個世界變得咁快，但係可能有啲嘢係一樣噶。譬如話，佢哋都會同其他朋友去聯絡，去一齊出去玩，去玩呢個遊戲。咁究竟佢哋聯絡嘅方法有啲乜嘢一樣，有乜嘢唔一樣咧？當以前嘅父母可能係用緊電話嘅，即係唔係講緊而家好似一個專嗰啲智能電話，係講緊一啲可以撳掣、可以有個聽筒嘅電話。咁佢哋嗰個年代用咗電話同朋友去聯絡，同而家係咩分別咧？你而家嘅用緊嘅新科技，其實喺以前可能佢有原型嘅喎，又或者大家玩緊嘅遊戲有啲咩分別嘅咧？每個年代嘅小朋友都有佢自己所玩緊嘅遊戲，咁但係究竟大家喺玩嘅遊戲、玩嘅類別上邊有啲咩一樣，有啲咩唔一樣嘅咧？咁當然你要去知道究竟你嘅父母、你嘅祖父母細個發生啲咩事咧？其實呢個係絕對需要建基於一啲真實嘅經驗噶。咁真實經驗點樣拎嚟咧？其中兩個好重要嘅角度就係透過訪談或者透過重遊舊地。訪談嘅意思就係同父母、同祖父母去傾下。去訪問下佢哋，喂，究竟你哋細個係點樣㗎？你哋嗰個年代，你哋所經歷嘅嘢、所經歷嘅嘢、所玩過嘅嘢、所見過嘅嘢，喂，究竟係點樣㗎？可以先等佢哋用説話同嘅形式同我哋去分享，喂，究竟佢哋細個係點樣嘅？跟住啦，如果有機會，你都可以去試下同我哋一齊去重遊舊地，譬如話，你去嗰個佢哋以前細個都去過嘅地方，一齊會去嗰個地方去玩，去同朋友一齊去出去聚集，諸如此類。又或者以前其實而家咧，香港好多一啲嘅展覽，會唔會係一啲係關於過往嘅展覽？譬如可能最近有一間快餐店去展示咗佢幾十年前嘅一啲藏品啊，嗰個就係可能就係嗰個環境，就係你嘅父母或者你嘅祖父母童年嘅時候經歷過嘅東西。又或者去下歷史博物館，睇下喺博物館入邊有一啲嘅展區，佢會盡量咁去回憶同埋去變成咗一個過往嘅環境，去睇下嗰個地方，說不定你嘅父母或者你嘅祖父母咧，曾經都喺嗰度玩過嗰啲事物，見過嗰啲嘅事物，咁樣你就可以比較具體地知道究竟佢哋發生緊啲咩事啦。另一個要點咧就係故事嘅規模，即係嘅格局啦，千祈唔好太大。
意思就係咧，你唔好諗住我可以透過呢300至600字，我就完整咁寫晒你成個父母或者祖父母嘅童年，係冇可能嘅。就算你俾你寫到咧，成件事都會好虛，寫得好隔得好遠，同埋寫到完全都係冇乜感，冇乜投入。個原因就係一個故事嘅規模，假如太大嘅話，你就會需要花好多嘅字數，喺各種我要去介紹背景資料啊，梳理翻成個背景啊。係當你用咁多字數梳理嗰件事嘅時候咧，你又發覺你冇乜位置再講到究竟佢嘅冒險係啲乜嘢，又或者呢一種冒險帶俾你父母同埋祖父母嘅意義究竟係啲乜嘢？咁所以我會建議大家不如去聚焦一啲細微嘅事件。如果最好咧，其實講一件或者兩件事，透過呢兩件事、一件事，我去講究竟佢嘅冒險係啲乜嘢，佢童年發生過嘅事情係啲乜嘢，對父母或者祖父母嘅影響係啲乜嘢，其實已經非常非常之足夠。咁所以去到最後啦，點解你要去講你父母同埋祖父母嘅童年大冒險呢？背後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就係希望大家彼此去理解，究竟你喺而家2025年作為一個小學生，同你嘅父母或者祖父母喺佢哋個當年嘅時候所發生嘅事情，究竟有啲咩一樣唔一樣呢？透過呢一個嘅連接，透過呢一個嘅傾談，大家就會多咗理解。然後透過溝通，大家就會更加知道原來對方係一個點樣嘅人。佢唔單止係你嘅父母，唔單止係你嘅祖父母，佢都有屬於佢哋自己嘅童年。而佢作為一個人嘅童年，同你又有啲乜嘢分別呢？好啦，咁我哋跟住咧去睇一篇嘅文章，就係熊仔叔叔嘅上山。咁啊，熊仔叔叔呢一篇上山咧，佢嚟自佢嘅一本書，叫做《熊仔叔叔故事集》嘅。咁啊，熊仔叔叔係一個好中意周圍去講故事嘅一個人啦。佢呢篇文好有趣嘅，其實就係用緊佢過往嘅一個童年所發生過嘅一個背景，去想象咗一個故事出嚟。咁佢咁樣講嘅，佢話，喺嗰日嘅晚上，佢呢一班嘅街坊小伙伴佢又圍喺一齊啦，爭論住有關上山學武嘅事情。咁我而家睇翻嚟咧，真係有啲不可思議啊！但係當年啊，佢覺得仲係一個小朋友嘅時候，社會上真係出現過咁嘅現象噶。細路哥睇得多咗武俠電影、連環圖，就真係離家出走，去咗山林入邊要揾個師傅學武。所以你見到上山，其實背後就係講緊。佢好似一個金庸小說嘅主角咁樣，即係走咗上山，佢哋一齊去睇究竟有啲乜嘢嘅師傅可以俾佢哋拜師學藝，可以俾佢哋去睇唔同嘅事情。然後佢又講到啦，呢一個嘅主角，佢就係貼牆向街而坐，就係聽唔講，因為佢話一早講咗唔上山噶嘛，唔係佢俾其他人清醒啊，而係佢驚，佢冇辦法想象夜媽媽一個人喺山上邊咁恐怖嘅情景啊。第一班人入邊咧，有一個又好有熱心嘅，嗰人就叫雷公，人如其名，講嘢咣啷咣啷咁樣，話佢已經準備妥當，隨時可以出發啦。佢就話最重要係預備一啲乾糧，譬如話麵包、餅乾之類，因為唔係一上山就遇到師傅噶嘛，可能要搵好幾日噶。雷公好認真咁樣講。仲要帶條棉被添，夜晚阿細牛搶住講，都未講完，雷公喝停細牛，千祈唔好帶糖果嗰啲啊！師傅覺得你好食懶飛噶，聽住，我突然間發現咧，阿方另一個角色出現啦，喺冇幾遠嘅地方都聽緊，手上邊咧拎住一啲將要洗嘅碗碟，我入邊好好奇。就望咗去阿方嗰邊，阿方係咩人咧？佢都係街坊嚟噶，但佢唔係住喺棟樓度，連天台嘅木屋都唔係。佢同佢阿媽阿何嬸住喺條街邊噶，幾塊木板、幾張長板凳搭咗做張床，床底放雜物，放佢家當，床尾放一啲煮食嘅用具，心入邊圍起個布簾，就係佢哋相依為命嘅屋企啦。唔知佢哋住咗幾耐，咁但係當自己出街玩嘅時候咧，就會見到佢哋嗰個簡陋嘅居所。何仔同阿何嬸教仔嘅鬧劇，而家咧，你回想翻自然明白，佢望子成龍，
嚴格管教，除咗絕對唔准同我哋玩之外，所有做家務啊，唔可以馬虎啊，做錯咗就算係雞毛蒜皮嘅嘢，都手起藤條落，打到佢跪地求饒。吓，你睇下阿媽萬般辛苦為咗你，係咪想激死阿媽？講完又打，打到街坊睇唔過眼，過去護住阿芳，先至收手。冇人留意到阿芳慢慢行緊過嚟，除咗我，手上仲拎住隻碟，準備去洗。佢企咗喺雷公後邊，大家慢慢發覺阿芳嚟咗，奇怪咁望住佢，個氣氛靜咗落嚟。雷公察覺到大家眼神有啲變化，調轉頭一望，阿芳，喂，阿芳，你做乜嘢啊？行開啦！你阿媽見到你就死啦！幾時上山？我都要去。哇！呢一驚非同小可，冇人知道點樣答佢。佢講得太認真啦，冇人好似平時咁樣笑佢趕佢，但係都唔知道應該點樣應對。喂，究竟你哋幾時出發？快啲同我講，快啲，快啲！哇！仍然冇人夠膽答佢。就喺呢個時候，何嬸把聲後邊傳過嚟啦。喂，阿芳，你搞到咁耐，做咩？洗嚟洗去都洗唔掂啲碟嘅，你想？快啲講！喂，究竟幾時出發？快啲講！佢一路講一邊掉頭望下後邊嘅形勢，成個面都係好焦急、好恐懼。但大家仲係靜晒。最後我唔知點解衝口而出：星期三晚，下個禮拜三啦。阿芳如釋重負，鬆咗口氣，講聲一言為定，轉頭咧就走咗去坑渠邊佢哋放水桶嘅地方，踎低洗碗啦。呢個時候咧，大家眼睛轉向我，都唔知講咩好。去到禮拜三，其實我唔記得咗成件事噶啦。放學之後，照常喺條街度玩，嗰啲伙伴咧慢慢逐個逐個落嚟，10個8個兵捉賊，好熱鬧。當我哋一手捉一手點指兵兵去分兵賊嘅時候，阿芳嘅屋企突然間圍起咗一啲嘅騷動。上山！你喺屋企將被上山，你死啦你！我哋一聽到何嬸咁樣講咧，嚇都嚇醒晒，但又唔知點算。呢個時候淨係見到遺像劇烈咁樣搖晃咗幾下，阿芳赤住腳抱頭飛咗出嚟，跟住係何嬸手入邊嘅唔係藤條，係又粗又硬嘅拖把棍。阿芳一邊走一邊求饒，何嬸完全唔理佢，好發係咁發狠去追住。我覺得成件事同我有關，所以都追咗上去。行咗幾步，我聽到好急嘅剎車聲，然後阿芳嘅慘叫，成個世界停咗落嚟。過咗唔知幾耐，何嬸嘅喊聲重新喚醒呢一切。奇怪嘅係，佢冇去睇阿芳，佢淨係傻咗坐咗喺自己屋企前邊嘅地上，揼晒心口咁講：冇啦冇啦，阿芳個粒仔冇啦，冇陰功咯，抽到你咁大。呢個時候，啲街坊過嚟同佢講：唔使驚唔使驚，阿何嬸好彩呀，淨係車到去腳趾公。阿芳淨係留院咗2日，翻嚟嘅時候咧，見到佢右腳腳趾公包咗紗布。我從來冇見過何嬸咁錫住阿芳噶，扶住佢一步一步撐翻個形象。而我哋咧亦都冇再提起過上山學武嘅事情。咁大家會見到呢篇文咧，其實當然佢唔止600字啦。咁但係佢講咗一個故事，就係喺熊仔叔叔佢自己童年嘅時候，有一個好重要嘅背景就係咩啊？大家會好中意睇一啲武俠電影連環圖，然之後佢就用咗呢個背景，佢就去模擬自己去扮嗰個主角。喂，嗰啲主角係點樣噶？佢就會無啦啦走上山，撞到個師傅，一個武林高手細亞嘅高人，跟住同佢合作，然後就會拜佢為師，等佢學武功。呢一個係佢哋童年嘅年代最興同埋最熱鬧嘅東西。於是乎，後來熊仔叔叔佢就用咗呢一個背景去扮去寫佢自己嘅冒險出嚟。而呢個冒險就係佢想象嘅一班小朋友一齊去傾究竟係咪真係要去上山學武，揾師傅學武呢？然之後中間講下，佢哋一開始咧可能只不過係開玩笑講笑咁樣講，咁但係講下中間有另一個比較貧窮嘅街坊叫做阿芳啦，屋企甚至乎係隨便搭建喺街邊，喺嗰個年代確實係有人咁樣居住。佢講下好認真喎。
呢個小朋友突然間認真咗起嚟，大家唔知點樣應對佢。最後當件事再發展落去，阿芳真係要拎住屋企嘅家當，唯一張被都拎埋上山要去拜師學舞啦。佢唔知點算，但係同佢阿媽阿和嬸喺度鬧交，鬧下嘅時候，一個交通意外發生咗。成個故事好快就完咗，咁當然好好彩，佢唔係一個差嘅結局，因為咧個交通意外，佢冇一個好嚴重嘅傷害。咁但係就發覺到啦，成個童年嘅大冒險呢一個想寫嘅呢個地方，喂，究竟佢想講啲乜嘢咧？呢個冒險佢唔係真係上咗山，但係就係透過阿芳，透過呢一班小朋友，佢想扮上山，想玩一個。扮成一個武俠電影嘅主角上山學武嘅情況，然之後再講呢個阿芳同埋何嬸佢哋之間嗰個母子關係有一啲緊張，好多拉扯，好多衝突嘅時候，究竟佢點去面對翻呢件事？但最後你會發覺，透過呢個冒險，原來你會知道何嬸其實佢仍然係好愛錫呢個兒子，所以呢一個童年嘅大冒險，對於阿芳嚟講，就係佢重新發現，哇，原來媽媽係好愛錫佢㗎。咁當然，如果你覺得話我哋想揀嘅係一個屋村險危嘅，可能你嘅重點就會放咗喺另一邊啦。譬如話小朋友所玩嘅遊戲，喂，佢玩兵捉賊係點樣㗎？喂，究竟嗰班小朋友所居住嘅地方係點樣㗎？有啲人我原來喺側邊搭個圍帳，喺好多年前可能真係咁樣㗎。咁就算真係有一個樓，咁究竟佢哋所搭建嘅地方又係點樣嘅咧？咁所以當你去揀，究竟你係想寫屋村顯微鏡，定係你想講祖父母嘅童年大冒險？重點就係你先有一啲嘅背景，但係個背景其實唔係最重要，亦都唔係最終你要寫嘅地方，而係你建基於嗰個時代嗰個背景，你再慢慢再去講，究竟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街坊，作為一個住客，你喺入邊生活嘅經驗係點樣嘅咧？而透過呢種經驗，你可以點樣去理解嗰個地方，或者點樣去理解你父母同埋你祖父母咧？咁呢一樣嘢先至係最重要嘅地方。